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咩咪？咱来谈这个台湾通讯网报，要按这个310期开始读起。网络顶悬会使找到理工局基金会迄只件，所以你若有兴趣，其实应该袂讲太困难，就去找到接到。好，我伫你伫 YouTube 迄搭遐应该会使看到，真侪讯息啊，所以网上课，啊若伫即个合作 Clubhouse 即搭只，我想要来提供一个连结是，念咪要读到一首诗的一个算啥 YouTube 的连结，这是苏东时2019年因做即个台语沙龙有的讲座内底所唱的歌，啊，恁有兴趣可能会使点入去看卖啊。啊，若确认我可能继续打一寡消息，你着网参考，啊，恁有兴趣就网听，然后我要继续分享一寡学台语的方法，恁有兴趣可能伫 Clubhouse 遮你会使 copy 你去你的所在，然后留做你家己的记录啊，所以网参考啦，我继续打一寡连结。咁有当阵啊，是毋是我囥伤多啊？伊说全部互我打呢？真正呢，真正有诶伤多啊！伊全部互我打。台湾通讯网报，真正伤多拢我打啊！摇戏。所以我只好着换一寡方式，另外打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啊，即个310期，台湾通讯网报第310期，可能你要按即个第4页、第5页、第4页来甲读起，所以你若有兴趣，会使网参考。当然，你会使去因的网站啦，我看看我还有啥物物件会使打呢？好啦，可能伊，我拄仔想要打拢伤长的，我打我就只好另日再来处理看卖也好啊。可能真正会切做2个。好，可能是安尼啦。我伫我就讲，都喊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啊，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啊，可能按25点钟进前，24点钟进前开始读即个台湾通讯网报，所以现主是上新的是388期，所以应该会使读得不离啊久吧。所以你若有兴趣，网听网参考啊。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啊，9点进前咧，9点进前水怪，我想要继续来读一本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我要读完啊，600几页的小说已经读到600页，所以若有兴趣，你就网听继续听。大家这位朋友，我毋知你这个字我看无讲解有，所以可能你听有吧，爱听有就继续听，读这个小说。过一阵啊，会摕到日卡是偌久？伊讲甲落长，踏地一大摊，记无声会起来。金美伫时过美国的，伊即阵敢无翁？无翁。阿辉随个接喙讲，伊18岁时水敢若乌人叫，定定选去台直的美军俱乐部的人。跳年白人退伍，搁带伊做某，顺线同齐搬去加州。5冬了后，甲白人离缘到单，安尼伊要靠啥过日？
阿辉顿长，阿辉顿地一下讲，伊拢少甲人加结婚趁钱，这敢袂出代志？加减拢嘛会，毋过拢是做假迄个查甫人占较大面。安怎讲？金美有美国籍，会走皇族的是想要摕绿卡的查甫人，毋则讲伊即阵要好好的，几乎敢无因准你去变即个假戏。这是即几冬伊家己有用苗做假，伫孝上的工课。拄签营销妹金美捌搬过迄款假戏，顶一个人客才走尔，会当阁接煞后一个人客，你免烦恼，安那？爱先甲答案办理言，敢好？是假也毋是真诶，较有差咧。我是惊伊假会准真诶来演戏，亲像西北雨落久变仙雨，火价斗久变翁某，你捌听过无？应该是袂安尼啦。好主啉一喙茶，佮讲，去到一个新地头，骹目乌暗，四边无一瓦，伊要安怎变梦？讲毛影。好主随佮接话，确定答案若落班转来，我才甲伊参详。答案是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出业，伫迄时阵要引一个好头路，应该是倒顶2工。毋过伊歹斗阵千八长的性癖，定定甲人同拄冤家，头路拢做袂久长。较讲较含咧，海底困无一位烧啦，不时嘛用伫厝里掠杀母、掠杀目烧家，拢是好主趁钱饲伊。认真讲，头起初好主三着答案，毋是伊有读大学的缘故，是伊偏水目水，将才有班，伊互伊直透气活去，3、2个手就搭着啊，先拔就拔袂离。哦，这都是一个段落啦，所以3年嘛来啊，时间嘛到，问题我来讲读这个开会个字是当作较旁用的啦，所以干若时间到，咱就转来读咱的台湾通讯网报。因为3年了，你是毋是读第7页？啊，我进先读第4页、第5页，因为第4页、第5页因两篇是迄个啥，下页，所以较麻烦一丝啦。所以可能就罔参考。过来第4页顶悬这篇臭搭是江山所写的。了咪3年你才读第7页迄个心情手记啊，后壁的人来，咱才阁看卖安怎安排。电车外，毋知影对倒位牵过来线路，再小吹厝大 FB 熟悉的韩客，古早拢无共，先有了解，才来相见。是远路途按南部来到台北，装满记忆的行李，还放伫 FB， 袂记伫早落电车，也是电车的线路甲网路接了丁打去，毋捌印证过的印象。开工7、8点钟久，还分袂清真真假假。秒针就亲像一支去甲太上脑筋招来扑尘，青云变色，回走原本的青云，熟悉精炼铺伫表面薄薄的熟悉。翻转一个栏目，寄来相共往日的一张电子批，客气写一句一件
客气写一句，一件如故，无意外。7、8点真久，中华电信甲台铁相拍电，电车的线路相接去空中的网络，一张无意外的电子批，臭大臭大，我是真正看无咧写啥。个另外咱嘛算啥？网络真真假假的世界吧，可能是安尼吧。有哪你嘛来啊？你若有对着啦吼，因为你是不是？因为咧读即个310期，若准讲你有纸本是较好选啦，若无纸本，可能是因为你对伫咧3年后壁读迄篇第8页，啊，毋过第8页才开始，就拢算是文章啊较长啊，无一定要读较煞啦，反正你就安心自在。啊，总是头前这几页拢是算诗的部分，啊，拢每一篇就拢较短啊哩。啊，我拄仔读的这是算第4页的顶半段啦。啊，第6页昨读的，你就跳过，可能3年要读第7页。啊，第4页下半段是散步夜公园，我有搭咧确认第1条，迄是算因2019年9月的时阵有一个陈正良和陈秋山写词写曲啊个演唱的嘛吼啊，你若有兴趣，你去点迄个链接，我伫确认第1条所搭的即个散步夜公园。啊，当然啦，纯粹歌曲，第5页伊有一个算网联吼，也是电子连线 URL 就对了，啊，所以我就无念啊。啊，若迄个 QR code，反正你家己嘛听我扫啊呢。那我来读这首，啊，你若有散步夜公园，静静无人声，暗的树林野狗一只，一时的牵挂，渐渐来充满。薄薄人情纸，金钱上大，烦恼占心肝。微微花香的春夜，阵阵凉风吹来吧，眉眉角角拢吹散，简简单单过生活。来时的路线，雾雾已经如雾雾已无看，直直向前行，衫冻一半，见青的目衫。伊是读我迄阵听是读目衫啦，好，志愿嘛来啊，所以什么志愿有对着，可能是对咧迄个有脑后壁读，伊什么3年要读第7页，啊，有脑会读第8页，第8页开始就是算散文啊啦，因为规篇不了大篇啦，啊，所以可能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啊。志愿你若有对着，才有你对咧读挂，反正要读济读少。读长读短，家己按算啦吼。好，我拄仔读的是即2篇，臭搭陈江山所写，啊个散步夜公园。伫迄个伊迄个讲座内底，吼，就讲陈正亮可能茫茫啊，还是马西，就怎写遮个歌词。所以你若有兴趣，其实我有搭伫咧确认啦吼，迄个散步夜公园第1条迄个连结，你可能。先甲 copy 去别位，啊有闲才去罔听咧。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是毋是3年外你读？第7页即个心情手记，对1910年。好，心情手记，你心毋通互人看笑话。第2，道直头直。话出嘴就知影行。第3，生命不管长减细，知足平凡简单过。第4，名利随人追求。第5，能力实力时间经验来累积。第6，梦想多位。踏步对咧行。第7，正面倒面方向对，路白加行。第8，转弯世界，做人做事毋通弯弯翘翘。第9，一枝草一粒露，脚踏实地，一脚出头天。第10，
双车路口免行行，心头顶大步向前行。好，感谢。毋知咱台顶朋友听完这个1到10啦吼，可能我无确定李淑君伊迄个时阵写的是用数字去想的，还是只是家己斗的话句偏1到10，我毋知影。咱台顶朋友。我做想要做投稿，我嘛想。对，尽量啊，尽量对，尽量投稿啊，所以。是，无遐困难，无遐困难嘿。吼，你敢若讲到投稿，我就讲因2026年是台文网报创刊30年啦，啊，所以其实因嘛有咧登稿啦，就讲上新的即期3个基金会30岁的登文嘛，啊，因是按1997哦，因是1997年1月才登记哦。哦，我迄阵我了阵，因为我会记得伫读台文通讯的时阵，因是敢若我是看到敢若1996年开始，12月当时就开始有出刊嘛，啊，进前敢若是一寡文章伫咧台文通讯内底，所以即届因有咧登稿嘛，就讲1997年基金会接手台文通讯月刊台湾发行业务，甲台文网报月刊编辑兼发行业务嘛，所以1997的时阵，伊就是有接手台文通讯，啊，佮有加台文网报的发行。2012年就甲台文通讯甲台文网报合刊做台文通讯网报月刊的编辑兼发行的业务，一直到当即期上新的即期是388期，所以因这30年来，就是有这个卡价嘛，啊，就是讲因现主时对啊，所以我就讲嘛真鼓励各位朋友吼，大家的朋友会使去投稿，因为因这个稿其实因包括因的稿坦白讲和教保比起来，所以其实就敢若拄则3年所读的这篇李淑珍1到10伊所写的这几条，反正你着往投看卖啊嘛，因为是因的台文战线是敢若无咧共改稿，原则上是内文校订，啊若台文通讯网报因的至少顺过，会有照因的迄个啥用字用词去调整就对啊。啊，所以其实我真正真鼓励各位朋友，拢会使去投稿哦啊，即个因咧登稿即个部分啊，毋知你各位朋友有纸本无？或者是你网络顶应该嘛找得到嘛？所以因有一寡讲法，就讲这30年来哦，因带时代对话，融入所谓世界，争取语言灵魂。所以这个代志其实是这30年来因拢有咧做。啊，即马因为着要办算30年的纪念吧，吼，啊，所以有一寡登稿，各位朋友其实真正是会使去投稿啦。啊，投稿伊有一个电子批筒嘛，网报 BONGPO 嘛，吼，网报1996，即几个字母是迄个伊要做啥？电子批头嘛，啊，电子批后壁是@gmail.com 即个算啥？电子批筒，所以你若有兴趣，其实会使，我感觉真鼓励各位朋友会使去投稿啊。Carol 嘛来啊，因为刷了第8篇这篇啊，算是散文啊，所以即个有哪会先读，啊有哪读过了，看就是讲莫读伤长。毋过可能这篇文章是不了长，2页外啦。啊，你读的时阵，反正你就家己按算，要读一2段，是要读1页拢 OK。好啊，所以有哪读完，志愿读完 ，Carol 读，玉林嘛来啊。吼啊，玉林可能连咪就接伫咧即个 Carol 后壁，反正有可能是这篇，或者是后一篇，反正就是按第8页开始，黄桂兰所写的阿细啊，吼啊后一篇是第11页的Linda甲我陈英婷所写的吼啊，所以是毋是有哪互你先读？阿细啊，黄桂兰。即道转去看老母，祖厝头前后壁拢在开新搁宽的路，祖厝嘛互政府征收。用即个征收就是 Q 字音尔尔。征收1点仔路去，都市计划向济，都市
都市计划向前行去。装烫装，春汤可能是要通吧，是毋是？通，啊是汤甲通，伫即搭正汤甲通佫就较哇，我感觉是通咧。汤是通，对，春甲春相通嘛，啊装甲装相通嘛，可能是安尼吧。装烫装，春同春，对高雄，好屏东乡村，每摆转去，记忆中会伫我愈来愈远，归来增加，归来佮可能我猜想啊，对，伊屏东迄搭遐嘛，我记屏东遐有一个地号名是毋是？蒙头哥，歹势你继续。归来装家户户翻新厝，连妈祖庙都咧刷微电起，转来一逝，就消失一项建筑物，伫梦中的一装一下，拢脆糊糊，斗袂起来啊！头前迄间大工厂，卡甲剩一道壁，徛伫遐，种添断壁可能是三丸，即个是毋是读丸？我无确定，歹势。丸是咯，会车辆经上新的路顶有现代设计感，甲有画电火条插无济。当咧时间中，透种议员才来过，讲2-3工仔就要来甲完成。后摆我敢搁找有路转来。今仔日大嫂煮甲真青草，食甲腹肚拄条咧。黄昏的时，我特别散步行对后壁去，连车嘛咧扩展做新路，雨伞粉迎碰碰，离开故乡进前，我嘛捌行为遮来。哦，你加一个字好啊，有尾，你去看一解。我嘛行为遮来。你目睭灰灰啊？我毋捌。你叫下骹迄蛇牵去，你叫下蛇，你看到下骹迄蛇去，互下骹迄蛇牵去。我去继续。其实伫阮厝嘛才200外公尺尔，因为以早无电火，都无空气，杂草真旺。对我来讲，迄是一个恐怖伫你的世界。其实，若行过牛车路，就是另外一桩。即马我想要来了解，是毋是会伤过慢啊？有一个人惊我来问我，小姐，你要找啥人？伊牵一台脚踏车为我后壁行来。无啦，我咧散步啦。我是原来的小妹啦。伊看我是外来客，赶紧自我介绍。我太会毋捌看过你，我住伫恁后壁尔。歹势啦，我国中毕业就离开遮，请问要安怎甲你称呼？我本名叫陈飞翔，人拢叫我阿西仔啦。你就是阿西仔哦。我定定听阮母讲，恁甲
阮有亲情关系。啊，你要转去啊，是？无啦，我拢困伫遮顾牛啦。牛，咱庄哪有牛？即马连台湾都剩无几只牛。我掠准伊咧滚耍笑，我若无记毋着，复小诶时，庄内就无啥物牛啊。啊，你是饲年牛，还是百牛？敢到遮？看你好 ，OK， 好来，志源你有对着无？已经第9页。喂，有听到声？有听，有你的声音，继续。是做食牛啦，做食，毋是拢改用铁牛啊。我愈听愈气，加减做一寡食啊。有时铁牛啊无够双软土，就可以用加强一个。我家己的田，有时庄内人也有需要借伊内底，有时嘛会出场。啥出场？出啥物场？我愈听愈怪。若是有人咧办民俗活动队，就会叫出场。即只牛台湾已经行透透啊！走透透，你自动翻译啊？哦，你自动。即只牛已经摆出场2万块，佮爱另外付我工钱，比内场较好赚。做事是减的，啊西啊愈讲愈严。原来即马牛的作用嘛已经转行啊。我是讲转行吧，就是转行行业的迄种的概念啊，你对对无？你有对对是毋是会使看网参课？对 news， NEWS 啊，英语改写做罗马字啊 ，news。你知哦 ？news NEWS 新闻啊，英语的新闻啊 NEWS。伊即个是英语字改写，伊即个是英语字改写，原底是 NEWS， 这是英语字啊，英语字 NEWS 读点错。你为迄工，你为迄工甲看。啊，生仔手伫我后壁，我上半工找无迄空，原来伫我的脚掌。啊，这是尻川后，这是尻川后。尻川后碰就是啊，尻川后有一道饼，一支叉箍甲饼倒调咧。甲饼拄调咧。甲饼拄调咧。啊，生仔摕。即个名我看伊飘的迄个，伊的 SE 是第5条嘛，然后有一个轻声符2个秩序嘛，啊，个 R 是第7条嘛。若是我看到安尼，我是会读阿西啊，因为伊是第7条，R 是第7条是毋是较低音？一般咱拢讲，因为我咧怀疑，照你讲，这应该是阿西啊，阿西啊，阿西啊。我的语感，我看即种，我大概我会读阿西啊啦，阿西啊，因为西，因为轻声有头前读本调嘛，第5条嘛，啊，个 R 是即马即个 R 是第7条嘛，啊，第7条是 R， 对无 ？R 是第1条是关音嘛，啊，一般咱讲的 R 是第2条嘛，对无 ？R 是第2条嘛，啊，毋即个是第7条嘛，啊，第7条是毋是佫较低？啊，第1条上悬嘛。啊是毋是就加落来啊？啊，到第7条应该是算上加吧。所以就是对我来讲，我看了即个，因为即篇文章嘛是咧讲阿西啊嘛，可能咧介绍即个人嘛，啊，即阵真正拄着就开始讲啊嘛。啊，所以头前因为当然有当阵啊，我无确定伊咧表达即个人名的时阵，安尼的写法，和我现主是理解，敢真正一模一样。总是我听起来，我会感觉。阿西啊，即个名安尼读念啦吼，我会感觉较顺啦。当然，各位朋友，凡是你有捌到的人，恁捌的人，因有即种类似的即种故事法，就是伊的名甲即个故事法足相像的。可要讲我讲的，
什么阿贵啊，吼，还是什么阿水啊，就讲阿什么阿安尼，对无？第一个迄个阿其实伊写汉字阿，若准讲伊要用罗马字去表示，可能是阿第一条的款吧。啊，只是变阿蛇的时阵，伊迄个阿的第一条就变掉变第七条嘛，对吧？啊蛇是第五条嘛，后壁金声符就表示蛇变掉嘛，啊后壁迄个阿是变的第七条嘛，应该是安尼。啊伊拄则咧读几落人名，听我个人听，怪怪，敢若甲伊写的，敢若音敢若无啥共，我才会提出来，互各位朋友帮参考。当然，你可能会使照你的理解去读念啦。我的理解是安尼，互你帮参考安尼。好，歹势你继续。一支叉口甲饼拄掉咧，啊细啊摕掉迄支叉口，就出现一空差不多一个手半大，我像铃仔共款，足好点。拍伫迄个空看顶条牛。应该是牛条的门，伊才减一个空白，就拢罗马字的时阵，伊应该要有空白啦。结果可能伫拍字的时阵顶打去，伊个 TIAU 含后壁 A 无，就减一个 space 就对啦。我的意思，我的猜想。有条的门哦，因为内底无电火，看一只看到一类大，一类大蕊的牛目睭，甲我。一蕊大，一蕊大蕊，本正是大嘛，系哦，咱本正是咱拢讲大嘛，啊伊怎甲大后壁一个蕊搁倒起来，可能就变成讲，原来嘛是当做敢若三塔字伫读，对无？大蕊，可能是安尼，因为大三塔字伫遮大概。伊别个字我毋敢讲，即个字我感觉应该是伫原来嘛，大，嘿啊，就可能。后壁对，读起怪怪。所以安尼上尾一个大，敢会变掉？大，怪，你若变掉后壁倒一个蕊，还是你要一蕊大蕊？大蕊。还是搁有一招就是。我毋知各位朋友恁伫讲三塔字的时阵，会迄落省略上尾一字无？就讲，我嘛是学台语了，才发觉到哦，原来我咧讲迄种双塔字，其实是三塔字省略上下边一字。就讲青嘛，啊毋过我定咧讲青，迄个青其实是青的三字省略一字。红是红会省略上下边一字。啊，所以即搭只是毋是会使当做是大蕊，嘿，大就是足大诶。所以其实伊只是，若准讲，咱怎要读讲一蕊大蕊，安尼怪诶时阵，是毋是怎甲伊当做第三字大到变成讲是用即种方式？伊咱看到三个字相踏诶时阵，一般拢甲伊当做三塔字嘛。啊，若三塔字，伊就是大嘛。啊，毋过你大后壁上尾一个大无变调，你搁要倒一个蕊的时阵，是毋足奇怪？啊，敢若呢就归去，甲即个三塔字的头前两字塔字当做是三塔字的省略做两字，大蕊。啊，无我实在是想无要安怎去处理即个变调的问题啊？就准点嘛来，艾利卡嘛来啊！因为阮咧读的即篇是到第9页，啊，连咪起落读完了，玉林会接续落去读，吼，不管读长、读短、读济、读少，啊，准伫你若有对着，你才对咧玉林后壁呢。后来起落你继续无要紧，看你要继续读啊啥啦，自由自在。真正是阮诶，我像恁啊共款，足幸福诶，牛平常袂乌袂叫，啊细啊。甲牛条四边围甲蜜酒，真是这是 BAT。目睭，真好人应该袂去注意到，即间是牛条。
我甲牛对一桌饼，我甲牛对一桌饼，嘛无去想到，才有人咧饲牛。自我搁小3年，阮兜搬来遮，除了去读册，我拢匿伫厝里，因为自做囡仔时，我就袂爱去做，我袂爱去田里做事。即款诶代志，拄好我身体无介好，父母就伫在我游伫房间咧看册，享受干那一个人甲평聊小说内底幻想诶快乐甲自在。阮兜以外诶代志，我完全无知觉。今仔日我才知影，阮后壁有饲牛，而且是整理为一只牛，佫是现今台湾诶稀有动物。稀罕的稀嘛，稀有动物啦。稀有动物，稀有动物。啊，顶悬你所读的迄当然，田里厝内，我拢秘伫厝内嘛，伊是写厝内嘛。啊，只是有可能你的语感、你的水平较悬的是厝里，有可能，因为每一人即种，拢秘伫厝内，嘿啊，伊拢秘伫厝内，啊，然后后壁田里嘛，伊个田就爱轻读嘛，然后佫跳抓就是爸母就记载，嘿啊，袂记去田里做事嘛，迄个田里就是因为名词里，就是拢会轻读，厝里、路里、喙里、庄里，反正只要是到里的，拢是轻读的。车里、园里、田里，不管反正名词啊里，迄就是轻读的。目前大概就是，若厝内啥物来，就是一般会变调啦。啊，若啥物里，就是迄个名词，就是拢是轻读就对啊。啊，佫是记载安怎的时阵，因为可能我咧摇这应该是一个复数吧。啊，复数可能伫即个遮，我大部分拢是甲伊当做敢若迄个啥。起码教授讲，迄个变调变改去改，就是记载我，安有变调无？记载我，安是毋是变调？因为拄则你的调高，同我的调，我嘛怪怪，所以我摕出来帮参考。我就记载我就伫房间内看册。对啊，房间内看册一般变调嘛，房间内看册。好，感谢。安尼，约你读大，伊即篇后壁佫差。要半夜，几热？伊头讲稀有动物是无？对。国小1年时，阮爸去打庄啊，家己买土地，伫家己的土地起厝。喂，等我一下。无问题，安心自在。为庄内搬来田中央，雇阮一户。即时庄内的人拢来遮做事，阿嬷才转去。若是有人伫遮大寮啊，困伫遮，拢是为着顾田水，也是种生啊。肯原来是饲猪的，甲饲牛的阿叔啊。大寮啊，伫阮后壁，因两人是兄弟，田嘛连做伙，而且是连连，强调连连安尼。做伙，因为房西也无好，落尾兄弟仔感情嘛拍歹了了。虽然无啥去后壁，因的面容袂真直。我若讲是有办法，就是两个拢无啊，拢无迄种的啊，就是无去嘛，袂真当。但是知影因兄弟仔的名，阮母拢会讲，就是搬喙嘛，对无？搬讲像安怎会搬嘛。你来做。你来出现即个音，为影你会向阳出现即个音，你是向阳。我甲你读书的时候，我来感觉讲
天天开心造出来就对啊。对啊，阮母拢会讲啊，就讲伊的意思是讲，因为伊讲伊自国中以后就离开啊嘛，吼、对无？国中就所以即个阿细啊，70几岁啊嘛，后一段开始讲，才袂认得伊嘛，对无？啊，所以厝里伫外口无咧甲人盘烂惊打，毋知影，所以讲嘛，我虽然无啥去后壁，因的面容袂认得，对无？无去后壁，伊这阿细啊讲，我著住恁兜后壁嘛，伊无去后壁嘛，啊毋过因兄弟啊的名，阮母拢会讲啊，就讲厝里伫厝里，伊等于是对囡仔人来讲嘛，啊囡仔人伫厝里，可能因母就讲啊，阿细啊搁安怎，相搁安怎，安怎拄安怎，一定会讲嘛，所以名会认得，只是毋知影即个名甲即个面是斗做伙的。我意思，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歹势，你继续。伊阮母就是我的妈没有错啦，啊毋过伊这是咱台语的讲法，袂讲咱台语正常，我袂讲，讲咱大部分的台语人袂讲我的母啦，有是啊，一般咱会讲的就是讲，当然我毋知啦，咱较常听到就是讲阮母啊，阮母恁母安尼啊，对，阮母恁母安尼啊，嘿啊，对。阮母我会想着，我跟等下老母接着再讲一个笑话互你听。好，大家。阿细啊，今年76岁啊，毋捌咧穿鞋啊，连爸母婿嘛是脱车骹。伊讲，自因阿公的手头就咧饲牛，伊为做囡仔，就拢爱自有铁牛啊了后，就拢遗饲一只尔尔。若是年老啊，就搁换一只少年的来，亲像人咧换车共款。阿细啊，佮讲，伊自古早拢放伫现今即箍位啊，放牛食草。迄当阵则拢是趴远的所在，草真茂盛，无人所夹。伊佮讲，拄偌济下，佮甲读了后。你甲读完啊？伊最后一段啊，剩最后一段。好，伊佮讲。头前迄个火葬场，较早真疗效，无围窄，无门，人死无棺查，死人囥入去烧，拄着火会坐起来。囡仔的时，若放牛食草伫遐休困，不时嘛看会着死人坐起来，看一遍就袂惊。即摆的火葬场真讲究，像宴会场，呾才搁着路，餐地愈来愈贵，少年人无爱种做，除了甲娘娘出场之外，我毋捌离开遮。娘娘若是无做事无出场，我当时我哪会紧讲？剩四转尔。边还是你刷毋着伊，伊伫边啊嘛，算讲伊共一边，啊只是走去下骹，你甲锁。是我的电脑怎啊夹掉咧？还是无要紧，还是我读嘛是会使啦。吼。我共款骂伊陪伊，透早带伊出来散步。我家己证明安怎变，我甲娘娘拢共款无变。好，感谢，这是黄桂兰所写，伊拄着阿细啊。伊讲阿细啊，今年76，这可能就是甲因母啊顶下火啊嘛，可能看起来是安尼。头前我看伊拄着时阵，佫廖准讲伊是相对少年的。当然我嘛毋知黄桂兰几岁人啦，只是听起来看起来。可能这位作者就是出家的人，啊，当外家，啊，伊第一段就讲啊，敢会出去转来就，迄建筑物景致就变一改，会愈来愈侪改了，全拢袂认的无，可能拄着阿细啊咧甲伊讲嘛，小少问嘛，我太毋捌看过你，我住伫恁老后边呢，就我太毋捌看过你，因为等于这阿细啊饲牛饲遮尔久嘛，这可能嘛几十年啊嘛，对吧？那76岁。
伊讲自囡仔开始是，迄个囡仔一般来是2020年嘛，啊不管这篇文章当时写的，我咧猜想，可能原来嘛2020年进前，就敢若迄天咱读个林英淑所写，迄是2019年7月写，啊到2020年1月刊出来，所以有可能几个一来真差。当然有当阵啊，因的杂志嘛会竞选几落年前的。翻头来讲这篇文章，伊讲即个阿西啊，今年76岁，准讲伊是几落年前写的，也是上新的，就表示讲2020年是76岁的时阵，算倒头转去，阿西啊是几岁人，自囡仔时来开始就对因阿公也是饲母啥，可能是10岁、10通岁啊嘛，因为2020年76岁的意思就是可能安尼几岁？1947还是几年？76岁，安尼可能1950年左右啊嘛，是毋是？还是1944年？因为2020年76岁，对无？安尼表示差不多1944年左右啊出世嘛。啊，做囡仔人就是可能差不多10岁左右啊，就爱去哪牵牛出去食草是啥？因为顶世纪，尤其顶世纪1950年代，对无？100-200万拍输走赢的人来到遮，要食、要用、要穿，啊，本地台湾的农业社会根本就无啥有够用啊，搁雄雄来100-200万人，变成大家拢艰苦就对啊。啊，所以以这个阿西来讲，自囡仔人就毋是好过日啊。因为讲实在，迄个时阵要有才调真好过日的人口数，可能无到1%吧。因迄时阵几百万人，700万、800万，还是600万，我袂记起来。反正就是大多数的人本身农业社会拢无好过啊嘛。啊，所以我要讲的是，伊拄着这个人，伊自少年饲牛到大，啊，然后伊就咧用这篇文章，可能伫咧回想吧，拄着伊的状况啊。好，我毋知咱台里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所以我叫你起来是讲，你家己按算家己判断啦吼，看是台较声较大声较清楚，还是台顶较大声较清楚？我知你那后袂啥会堪你讲话，反正你就安心自在、自由自在。你若已经真正有一寡话要甲大家分享，安尼你才安心自在、自由自在。我感觉伫下骹的时阵，迄顺风无解吼。好，所以我就是互你有选择的机会，看是顶悬较好势，还是下骹较好势，安心自在。好，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即个艾利卡嘛来啦吼，啊，因为拄则阮是几落个人，甲即个第8啊、第9啊即篇阿西啊、黄桂兰所写的文章读完啦，啊，连要准的可能就是读后一篇第10啊呢，啊，第10啊即篇颠倒比即个阿西啊即篇搁较长呢，不管哪块地，就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啦。啊，那块地。那总共两米要读，可能就是。好，请讲。听我讲。我要读迄后壁迄句大家搁掉咯，什么意思？就是因遐。大家搁掉咯。大家搁掉了啊！就是即个所在现主是掉路啊，因为伊就讲，伊转外，这应该是对伊来讲算外家嘛。啊，外家的时阵，一寡乡村要发展，就是产地去用挂起迄个啥，开路嘛，就是打才搁着路，对啊。所以打现主是啊，就是若要写做汉字，就是今仔日的今嘛，正就是死了嘛。着路就是去用征收啊，去用征收啊。这是我即马雄找无你讲迄段就对，我打才搁着路，我知影是。征收的意思。系啊，着路就是征收啊。第一篇文章的第一段第3句，伊写讲祖厝嘛，互政府征收一点仔路去。伊写即个征字啦，当然，对目前为止，我所看到这个台文的文本啊，较罕的有人会去针对啊，征收毋对啊，毋是即字啦。因为我感觉，淡仔咧讲即字对毋对迄个部分，我感觉迄是徛伫咧。中文汉字的角度，
因就要义讲即字到底是啥物意思？啥？要毋过我个人感觉，台语是台语文，台语即个是一个语言，伊注重是声音。啊，当然你若有才调，当然，大部分拢是讲精修啦。要毋过嘛是有人敢若读念对精修去啊，所以有可能我咧猜想，伊就甲精修的精，转写做一字震惊的惊。要毋过这其实就是征收的征，啊征收的征，有不了侪台语人是读念袂出来，毋知影安怎读念，因为咱一般的台语人。较罕诶直接去用着丁修即字啦，我印象中迄是丁啦，啊毋过伊就可能家当做精修嘛，类似安尼。啊，所以当则个着路，迄个着路就是，尤其是伫咧路边诶，吼，也是要安怎讲？因为当开路诶时阵，对倒迄条路要安怎走？你若毋是有先去了解过都市计划，你可能无法度知影讲啊。什么时阵，也是倒有计划道路，啊，结果你买厝竟然是伫咧预定的计划道路顶悬，毋知偌久可能去用丁修去，还是可能去用乌条。即伫阮细汉的时阵，或者是阮兜即搭遮，就是有一寡迄个啥，听伊讲是当初时建商伫咧起厝的时阵，就无咧插，就是。反正伊若加起一间厝，伊就听讲加卖一间嘛。啊，加卖一间的时阵就加一条钱呀。所以迄个时阵，这可能要翻世30、40、50年以前，迄明明人事当时，可能都市计划内底就画一条预计道路伫遐，伊就硬就甲伊起落去安尼。啊，起落去了后，尾啊政府咧处理的时阵，上面是讲，即条路是无遐尼紧要用啦。嘛无必要赶要甲厝卡掉，啊，就囥咧。啊，毋过尾啊，敢若是因厝主，上面就是讲，知影迄是当初时30、40年、40、50年，甚至搁较久进前，迄建商共起的，吼，伊嘛知影。啊，尾伊怎啊归去？敢若讲要甲伊当做啥？拄小，就是扣税金嘛，爱着甲伊。怎啊变成讲好啦，干啦安尼就怎啊，互政府收去就对啊啦，就甲厝卡掉安尼，有即种诶啊。所以，当遮个着路，迄就是政府伫做代志诶时阵，有可能迄厝是后壁才头起也是安怎，或者是迄个计划就安尼处理落去，着路你嘛真正无法度啊。可比讲迄个啥，新北市迄个。环状线吼，就是为迄个队永宁站吼，土城去到三峡迄个方向，啊，然后伫咧平面道路接近迄个啥，飞亚博物馆迄搭遐，有一栋厝，就是敢若迄个敢本来是卖包啊，啊尾啊，谢文强敢若是讲。迄栋厝伫遐，因无啥骹路通咧做事。听伊讲，伊就怎啊甲迄个包店讲就好，讲是毋是你借我？吼，借我，就讲甲迄间厝卡掉，安尼因坐运伫遐时间的时阵较有骹路，等于是甲伊租就对啊啦。我毋知伊哪讲，反正就是怎啊尾啊，迄间包店迄栋楼吼，当然伊迄栋嘛是含其他店做伙，要毋过就是。反正卡伊，我都卡得规栋拢卡掉，安尼咧起坐运的时阵，迄个骹路较大、较好势做事就对，嘛就即种状况啊。所以，虽然就是逐不是会听到啦，逐不是会听到。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理解有咯。讲，比如讲咱产地，还是讲政府甲，我是讲征收，较来讲即个吼，征收去要甲开路，所以就讲对。他像我会记诶，即几年啊，嘛有咧新闻看到，就讲本正
迄条路是细细条啊，吼，可能2米、3米，毋是，哇塞，就讲可能航路尔，可能敢若6米、5米，无甲10米，啊尾啊可能一条计划道路要对遐炸过，啊，就爱甲迄条路分化，啊，本正厝是起伫迄个6米宽的航路的边啊，有一个建筑线嘛，啊，即摆着路了，就是迄个道路基线甲建筑线迄条线，可能东刷5公尺、10公尺，吼。结果迄间厝可能深度吼，对头前门甲后壁门可能差不多，我凊彩袂讲，可能敢若可能12尺。结果迄个道路迄条建筑线怎刷10尺，啊，所以迄间厝本正深度12尺，去用丁修10尺去，就剩2尺，就变成差不多剩一堵壁尔。即种建筑物敢若伫单下单尾，你若去找关键字去甲拍。敢若不哩啊济哦！最近我看到就是敢若伫咧台北市有一栋厝嘛，是因为着路啊，怎尾啊，订修了后村落外，迄每一层楼可能剩3平方公尺还是5平方公尺尔，就剩一块尔。即种伊就着路啊，啊，毋过迄个无订修的部分嘛是一块地啊。啊，迄块地嘛是一个可用建筑物的用地啊，啊，伊嘛是有伊的价值啊，就是有一个，迄就是最就是有一个计数嘛。若阵有人有兴趣的人，嘛是爱开相当的金额去买啊。所以着路即条代志是差不多，今仔日进展不了济，今仔日以后发生嘛，我若继续发生啦，嘛是继续发生啦。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头仔查，若是啊事件的吼，有善意，你会甲伊抓事件吼，请音精修，所以我较是较惯是讲精修 ，OK。所以我就讲，这是历史典，就是2个功能啦，一个是要记录迄当时什么意思，还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要用什么音来表达？吼，这是一个功能。啊，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伊要纠正，或者是要迄个叫做啥？规定讲，即个字音安怎读念？啊，毋过即马咱所三捌的煞敢若甲即2种功能揽参做一伙，因为即2种是冲突的啊。即2种是冲突的啊！啊，因的功能应该安尼讲，就是讲因有因会使发挥，还是因应该发挥的功能啊。所以古早找什么公韵、雅韵，啊，佫什么，迄嘛当然嘛是听人讲，我无去现遐古早运输来讲，遐运输嘛，就是讲运输嘛，运输哦，字安怎写啊，记录什么音啥啊，所以。当然，日本人因来到遮的时阵，因可能是伫咧记录迄个意思是啥物音，啊，即个音会使用啥物字来读。啊，因为日本人因对汉字的理解，甲咱台湾人的理解，或者是传统上迄种汉字使用者的理解无啥相款，所以日本时代就留下足侪迄种叫做混读的方式，就讲。伊去记录因传统上，或者是日本人对汉字的理解，迄个字的形，吼，啊，毋过伊就甲即个字形记录做台语音。我目前的理解是安尼，所以目前迄种日本时代就改当做混读啦。即马敢若大部分我所知就是改当做混读来理解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后壁即边虽讲较长看，毋过应该嘛使吹落去安尼啦。好啊，所以准得读歌，准得读歌 ，Erica， 好，即个第11啊开始，我请讲。安尼玉林啊，对，玉林这笑安尼，恁文章是毋是使认真读安尼？我来玉林，敢若文章就喺你的笑话。你才去互迄个砍去安尼，
真正很放开我。我是怀疑准的无想要读。歹势来。我来讲笑者。好，好啦，无啦，因为头拄就是讲咱伊本质内底，其实毋是这篇啦，我会记咱昨昏也是当时读嘛，读着讲阮母无。其实我就去想到一个阮母啦，所以我较实咧就是讲就是跳过啦，纯粹是讲笑啦，冲出来。较好安尼吼。就是因为我讲了阮母，即想着讲恁母较好即个，其实这是真正是一个都是一个笑话啦，但是事实发生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伊就是因太太是外省人啦，因太太外省人，其实因拄结婚无偌久的时阵，伊就有一天伊就来甲我讲一个代志，我笑一个，伊就讲，因算讲就行足久才结婚，两个感情煞袂歹。大家知影讲因两个感情袂歹，就甲伊讲，伊讲因顶礼拜才冤家啦。我啥哪会冤家啦？伊讲因太太毋知甲啥物，毋知甲伊的啥物物件，甲伊摕去迄条安尼，伊就足气的，你知道？伊就足气的，伊就甲因太太讲伊就足生气的。伊本来平时拢甲因太太讲国语嘛，讲华语嘛，伊就足生气，就甲太太大声讲：恁母较好咧，你怎么可以把我这个东西丢掉啊？那样，因太太就想讲，听无就听无啊。所以我想着恁母较好咧，没有啊，你妈也很好。笑，真的老师，所以就是黎明艺术甲原先的艺术安尼啊。当然就是安讲。咱台语人会当咧讲，嘿，伊若用母即字可能佫无名的时阵，迄个可能就会用感觉佫较无礼貌，还是佫较强烈，还是安怎嘛？因为当然这嘛是算台语字音的一寡奥妙的所在吧，对无？你若甲迄个意思，对无？母甲名。拢甲伊翻译做英语，以我即个外国人理解，就是 mother 啊，无啥物问题啊，就是 mother 啊。毋过你用母来表达，甲用名来表达的时阵，迄有当阵迄个情绪都无相款啦，对，所以就是你讲呀，伊毋对台语的理解无够嘛，去听着因安尼甲讲的时阵，是后阵咧甲伊学落嘛，当然甲学落倒转去啊，就甲学落倒转去啊，你啊。补充结论就是讲吼，因尾仔伊就咧讲伊讲伊一段气袂落去安尼啦，就转软去啊，就是就软去啊。算啦，对不起安尼啦，我毋是要讲完了，我是要讲吼，恁母较好啦。后盖呐，我意思是讲吼，我去互我想咧，是后盖人安尼甲你讲，你感觉无欢喜的时阵吼，咱会使安尼改伊啦，没有啦。毋对，这嘛是一个绝招。感谢恁甲咱分享这个绝招。听到迄4字的时阵，你就甲行到顶去。你妈也很好啊。安尼这是不是变成讲？就讲即马迄个啥因一寡，迄个有做啥物搬喙音的，还是最近好像漫才吼，就讲会甲足直接的3字也好，4字也好，就甲伊或者啥，该睡这讲或者什么问候我妈嘛，对无？迄个放在3姊妹内底，迄个张家庆的啥，就是迄个大姊咧唱的迄个嘛吼，伊就意思讲什么？伊明明就是已经无爸无母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搁要？甲因老母亲安问好啦，就讲，明明没有爸也没有妈，为什么还要问候我妈安尼？即马咱就是有法度理解讲，迄个问候你妈，即个概念其实就是咧表达迄3字嘛，就讲互人咧教迄个嘛，伊无要直接甲迄咧教的话讲出来，直接讲是问候你妈，对无？即马。
我会记咧伫咧，吼，什么，反正伊去做转化就对啊啦，算做一个转化啦，吼，什么，可不可以讲，伫一个新加坡的电影内底，伊讲哪，我的老婆是老大，啊，然后迄个算男主角就像伊敢若较查某体，甚至中文讲娘娘腔嘛，吼，啊，伊迄个性格就是迄个表现，就敢若就边仔人可能有一寡人甲口洗嘛，就甲骂讲啊，你即个娘娘腔，还是你这个查某体啥，啊，伊就用问候你妈的即个概念甲碰等于讲，叫你妈来找我就知道什么哎，的意思就对啊。啊，因为可能第一呢，迄搭遐嘛袂使直接交出来，啊，所以就即种转换，即我那嘛算，可能因中国嘛一直咧做即种叫做啥敏感词嘛，啊，敏感词因就为着要避免迄个敏感词，就总有一寡转化嘛，这等于是啥？中文讲啥？穷则变，变则通哟，是不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知影讲，伫中国会讲恁小妹，安尼其实颠倒谈啊，因为小妹较少年啦，讲你小妹咧。迄啊，中国迄真正是真正佫听了迄介无好诶迄种消息，就暂时按下。三年讲的即个小妹，我就想到迄个像李天禄去哦。李天禄伊敢若讲，伊咧讲迄个啥，讲会去共交，啊，然后若是针对人诶老母甚至姊啊，这就敢若真正足无礼貌诶。啊，怎有一阵啊讲，因会甲迄个寿司换做三妹，第三个小妹就对啊啦。啊，就讲为什么是第三个？因为讲伫古早时代，就是若无出丁，伊就甲迄组囡仔一直送互别人，所以理论上就是罕咧有家庭有超过3个组囡仔，啊，所以伊甲迄个三妹摕来做寿司的意思，就是讲的这个人只是要表达一个情绪尔，啊，伊毋是要真正去伤害什么人，吼，什么问去甲因老母请安问好，还是甲因姊啊请安问好，就怎啊变成讲什么？伊就是什么恁三妹安尼，就讲迄是空的就对啊啦。所以这就是，我之前嘛伫倒时来听着讲，李天禄咧讲因敢若算囡仔人，还是伊较大汉了啊？怎听到人伫咧讲即个三妹啊？迄个我袂记上来问讲，为什么三妹是即个意思？就是讲拢会分人分出去啦，所以等于是伫一个伊所在所讲的情景之下，是袂有三妹即个人、即个身份，还是即个角色就对啊。要讲的是这啦，就是一个伊大部分去交就是情绪啦，只是要交尔，啊何必就一定要直接交什么？共个老母还是人个姊啊去问候要创啥？只是你是要表达你的情绪尔，无必要啊。所以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即个310期的台湾通讯网报，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大家来去的朋友啦吼。像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今日无读到的吼，今日无读到的朋友，你若有想要读，可能明日吼，就量早来，较头前就读开。保重嘿。爱保重哦。再会，谢谢，再会。